歡迎大家又嚟到泰來車 channel 啦。咁上次介紹咗個新場啦，其實我舊場仲有一紮車都賣嘅。咁我順便介紹埋個舊場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呢一架咧啱啱攞嚟執車，其實我哋公司仲有執車㗎，係啊，多謝啲客戶嘅支持啦。咁呢邊有啲咩車咧？呢一架 GTO 仲賣緊嘅，呢架我哋賣緊6-7萬蚊㗎咋，好靚啊呢架車。嗱，依一架賓利就賣啦，呢架咧係10年嘅 Continental GT 罕有零手車，呢架車我賣緊12-13萬嘅，係啊，有啱嘅，大家傾一傾佢。跟住依一架 Mini 都好靚嘅，依架車咧就21年，就 Countryman S 啊。咁咧依架車咧行咗26,000公里，咁我哋公司就嗌緊20萬。呢一架 GLA 45，呢架又係好抵玩嘅，呢架行咗3萬幾公里，2015年。11萬幾嘅就叫緊，馬力好大嘅，新車成60-70萬添嘅。呢架又係新翻嘅 Benz 18年嘅 E28 天幕頂零手，呢架車我哋諗住嗌翻10.8千，係啊，零手車用到而家6萬零公里嘅咋，呢個保養得好好嘅。嗱，呢一架咧係一架 BMW 寶馬650嘅開篷，好少有個啦，而家條街。呢架車我哋嗌緊12萬幾嘅。行咗5萬幾公里，好好揸噶，好定，好舒服噶呢架車。跟住又想介紹呢架 XFR 啊，叫做咁啊，2012年嘅，行咗4萬公里嘅啫。呢個我哋諗住賣翻6萬零蚊嘅咋。呢個成5000 cc V8 引擎，507馬力嘅，當時新車價140萬噶，而家真係好抵玩。呢架咧就12年嘅 G63啊，啱啱出嘅嗰陣時嘅 G63大 G， 呢架嗌緊90幾萬。即係如果想買平啲嘅 G63，呢架真係好抵玩。呢架2007年嘅987 Cayman啊，5萬零蚊啊，抵到爛，揸波子。咁有部911係啦，.1嘅波子，5萬零萬。呢部咧就2015年嘅Cayenne 3.6，嗌緊13萬幾嘅，呢架都好抵玩啦。我而家想一次過介紹5部 Honda 嘅 JDM 啦。首先 EF9 啦，呢部 EF9咧。2字排保大機器，呢架咧我嗌緊12萬零嘅咋，抵玩到爆。跟住有架 EK9，呢架 EK9咧16萬到，未出牌嘅，哇，內外超級新淨。跟住有架 FK2 重改裝啊，全部改裝晒噶啦。呢架我哋都係賣緊20萬到嘅啫，20零萬係啦，好抵玩。跟住有架 DC5 R 又係 Type R， 呢架 DC5 Type R 咧又係未出牌。又係好新淨嘅，呢架咧應該好似係01年啊，係嘛？01年，咁我哋咧就嗌緊12萬零左右係啦。跟住仲有架 DC2，呢架多手數少少嘅 DC2，但係都好企理嘅，有晒改裝啊，有晒剩嘅。呢架好似係95年前期嚟嘅，我哋嗌緊8萬幾蚊嘅啫，係啊。嗱，今日我咧就收咗3架 Alphard 啊 Will5 嗰啲 MPV 翻嚟嘅，3架，你睇下大家邊架啱使。咁啊，盡快同我攞咗去啦。咁依架咧就係16年嘅 Will5 3.5， 2隻 AG， 有 Tiling， 有包圍，有避震。咁咧依架咧就白車白龍，依架有蒙羅麗莎包圍，好靚啊！嗱，依架咧就係17年黑色行龍，咁啊零手嘅，由雙天窗3點門。咁我兩架都嗌24萬8㗎，其實依架都嗌24萬8，依架都係17年零手。白車行龍，咁依架都係24萬8嘅，都係雙天窗3點門，睇啱嘅記住打嚟揾我哋泰來車行。